嗨，大家好，这是创啥会啊？翔今日咧来到高雄美术馆，等者我要来进行一个活动，叫做素描美术馆。就等者大家小解，我今日在工具，也个我要做的代志，安尼阮就来去看展览咯。好，来美术馆画图到底爱炸啥物物件呢？我来小解我在这个工具首先第一个是我炸一个观景窗啊，这是来帮助你观察。过来爱炸一个素描本。素描本你嘛免想甲伤复杂就是无一定爱真个去买一本啊。你亲像我这是用叶仔甲叶起来叶啥？我就叶两体纸板，内面就影印纸甲切的切共款大小。这纸板真重要，你下骹找较厚的，到时阵咧画时阵伊处理下骹画起来较在较袂讲软软。上尾来小解我有炸啥物工具来这是胶鉛笔记。其实你会使先设定好啦，就是你主要想要是用啥物画纸的贴布。我搁有炸。较主要的是我简单捡啦就是这个色铅笔我无总捡出来这个较幼的彩色笔所以我若无共款媒材，我有小可穿无共款的色这是大金笔粗的较幼的这软的甲硬的漆啊。上尾就是炭笔，再黑的鉛笔，就安尼尔若会使，我是讲会当搁炸较简单的无要紧但是我就当做一个试验我们来看卖今日会使画出啥物物件来。大家好，现在是4:25我差不多是下晡中昼12点去美术馆的所以4点钟一时仔就过我拄就是一边看展览，搁一边摕我的素描本在内面画图，就嘛有足侪人会看者，所以我也感觉讲你想要做这件代志，你可能爱较厚面皮。另外一个思考的方向，我是感觉讲。你爱去想讲，你是用另外一个方式去体会，还是感受展览？其实展览毋能用看的尔啦，毋能用翕相嘛。所以对我来讲对我的经验是真趣味。就甲大家分享一寡我安尼做落来一寡想法甲感想。第一件代志就是工具的部分，我后来发现也是爱摕笔的迄种的较笔。鉛笔迄种的工具会较方便啦你若工具穿像这种，其实无足方便伫当场去做替换因为人会行来行去嘛，而且你嘛无可能讲有刀你一定是一支手拿本素描本，一支手去摕工具嘛过来第二件代志是讲，你爱上好身躯有即种袋啊落袋啊你个工具会使直接插在内面是你会使派一个这个足小的卡邦笔都插内面，随时安尼抽起都会当用这是第一点，就是工具的物件第二点就是你咧画的一寡心态就是至少对我来讲啦我咧看作品的时阵，我第一件我会先去顺一摆看我对这个展览内面有倒一个作品较有感受，或是讲我想要来画看卖第二摆我就会行去迄个作品头前
就想看卖讲，我想要用啥物款的方式来甲即个作品互动。为虾物会有即个想法？就是讲，我发现讲，你若逐场拢要去做模仿，还是讲你要去用较写实的方式去画的话，其实无可能画会了啦，而且嘛会感觉有淡薄仔困难，因为你伫现场画图的状态甲环境毋是讲做舒适的，所以我就感觉讲，你会使用较趣味的想法去甲一张图做一个对话的感觉，就是我拄仔有选几个游戏啦，就是譬如讲一笔画，用一笔你去甲迄个画面内面的图样甲画出来，还是讲经3支色水干若用3支色水去画，也是讲用炭笔你敢若去描绘一寡形象形的部分较外形的部分尔无讲画甲足油的安尼。我台北图差不多拢掠咧5分钟到10分钟之间吧，有诶较紧，有诶较久啦。但是我拢差不多10分钟就会离开，因为我安尼画落实在是画袂了，而且嘛讲足忝诶。嘿这就是我拄仔进行即个美术馆素描诶活动诶一寡感想啦，那么非常推荐大家会使安尼来试看卖。虽然一定会有人甲你看，还是讲可能甚至有人会来甲你问，但是你会使去想讲，这就是另外一种去看展览的模式尔，迄无啥，迄嘛是真好的一种体验啦。上尾就是嘛，真欢迎大家有闲真正爱来美术馆还是博物馆行踏者因为你会感觉讲，这内面真正是。每一摆行入来，拢有足新的一寡能量咧做交换就是遮作品还是遮环境拢会互你有一个较平常日常较无共款的思考的状态，可能会使去想看卖讲，这个阮生活当中无共款看待世界一寡角度是啥，也是无共款的人伫同一片土地内面，煞有一种体会我感觉是真一段时间每一天来看展览，拢有足好的满足的感觉今日咧美术馆素描就先到这到一个阶段啦多谢大家收看我是创产会阿香咱后回再相会，再会。